國企指數2026年7月撞正5窮6絕7翻身，但係3416、2802同埋3519完全唔識反彈，嚴重跑輸大市。嚟緊8月，三隻 ETF 有啲微小嘅分別，但係對我嚟講都冇咩分別啊。今日我同你用7月份出爐嘅數據踢爆發行商標榜嘅20厘股息，背後點樣令你賺息蝕價，同埋詳細拆解基金機理點樣令收益封頂。最後更加會講下買入呢類 ETF 嘅本質。歡迎嚟到阿厘投資功課，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。等我陪你由零開始，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。本內容僅供資訊及教育用途，不構成財務建議。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。好多人俾 Covered Call ETF 嘅20厘股息吸引嚟買呢類產品，但係羊毛出自羊身上，你嘅股息其實都喺基金嘅資產淨值 NAV 入邊派翻俾你，其實只係左手交右手。當基金決定派息金額之後，佢嘅資產淨值同埋股價會喺截數嗰日下跌，呢個現象叫做除淨，截數嗰日叫做除淨日。如果想知多啲除淨嘅原理，點解除淨之後股票價格會下跌，就快啲留言除淨，我就會另外諗下拍另一條片講派息對股價嘅影響啦。做任何投資嘅時候，重點唔止係派息派幾多，而係要知道佢哋嘅利潤來源係點樣嚟嘅。就好似 Covered Call ETF 嘅主要收入來源係來自持有國企指數成分股，再沽出國企指數認購期權 Call Option 嘅期權金，亦即係 Covered Call 策略。首先要簡單重溫一下 Covered Call 策略，同埋快速重溫揀 Short Call 嘅4大因素嘅影響。如果你之前睇過我嘅片，就可以跳過呢部分。背對看漲 Covered Call 就係於持有股票嘅情況之下，再賣出一個認購期權 Call Option 嘅策略。呢個策略犧牲咗上升潛力，不過有少少期權金幫補下，大跌市下嘅跌幅，因此會有少少緩衝。如果想更加仔細咁樣了解 Covered Call 嘅策略，就可以睇翻呢一條片。跟住講下 Short Call 揀行使價嘅影響。Short Call 行使價越揀得低，其他因素不變嘅情況下，就代表收多咗期權金之後，保留嘅升幅越細，要低位沽貨嘅機會大咗。相反，如果揀嘅行使價越高，收嘅期權金會少咗，但係如果國指向上升，保留嘅升幅就多咗。跟住講下賣嘅 Covered Call 數量嘅影響，即係賣咗幾多張合約。名義保險越細，即係佢拎比較少嘅股票嚟做 Short Call，收嘅期權金越少，但係保留嘅升幅越大。相反，名義保險越大，即係做多咗 Short Call，收嘅期權金越多，但係保留嘅升幅就越少。然後講 Short Call 所揀嘅到期日，揀嘅到期日越近，賺嘅時間即流逝速度更加快。但係同時，如果期權由價外變做價內嘅時候，期權金對於股價嘅敏感度就變得越勁。最後講 Short Call 開倉時候嘅引伸波幅，如果開倉嘅時候引伸波幅越高，收到嘅期權金就越高，應付下跌嘅緩衝就越多。概括咁講，當引伸波幅高嘅時候，比較適合賣出期權。至於3416、2802同埋3519呢三隻 Covered Call ETF 嘅基金經理，會首先持有國企指數成分股，去模擬持有國企指數，然後再每個月賣出期權。佢哋嘅基金經理會主動去揀期權嘅行使價同埋到期日。如果你第一次聽呢三隻 ETF， 想重溫翻呢三隻 ETF 係啲乜嘢，同埋佢哋嘅管理費，可以睇翻呢條片嘅。跟住等我哋回顧一下國企指數同埋呢兩隻 ETF 喺7月份嘅情況。國企指數7月表現點呢？我會用2828呢隻 ETF 嘅股價嚟代替國企指數。2828係追蹤國企指數嘅 ETF， 亦都會派息。計算回報嗰陣要考慮埋股息嘅因素，先至能夠公平咁做對比。等我哋比較一下指數嘅表現。國企指數由6月尾收7605點，去到7月尾收8645點，大升13.68%。而跟蹤國企指數嘅2828， 6月尾收77.8， 7月尾收90蚊。呢個月冇派息，回報係15.68%。而3416、2802同埋3519都係賣緊7700點嘅 call。呢三隻 ETF 都揀咗7月尾到期，而且三隻 ETF 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99%至100%左右。呢三隻 ETF 嘅策略都好相似。當國企指數7月暴升嘅時候，2802、3416同埋3519都因為收咗期權金。期權結算嘅時候，期貨同埋股票會有收益，但係 short call 入到價內。期貨同埋股票賺到嘅收益
要賠翻俾期權買家，呢個就係封頂嘅後果。於是2802嘅回報係3.46%， 3416嘅回報係4.01%， 3519嘅回報係3.28%。呢三隻 ETF 都跑輸國企指數 ETF 嘅15.68%。所以呢個7月，雖然 Covered Call ETF 都有得賺，但係由於有 Short Call 要賠錢，於是跑輸指數。大家覺得用3%嘅期權金現金流，然後放棄升值潛力，又值唔值得呢？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啦。表面上呢個7月3416同埋2802跑輸咗國企指數，跟住我哋都要睇下究竟由2026年年頭開始計嘅話，大家持有2828呢隻追蹤國企指數嘅 ETF， 對比3416同埋2802嘅總回報究竟係點樣？今次呢個比較，我先唔包括3519呢隻新開嘅 ETF 啦。下面呢幅圖係由今年開始計到7月尾，3416、2802同埋2828嘅對比圖，派息嘅金額喺圖入面已經加翻股息，所以呢幅圖顯示嘅已經係考慮埋股息嘅總回報。大家首先會見到，如果將呢7個月拍埋一齊睇，2828今年到7月尾回報係負0.61%，就離翻家鄉啦。而3416嘅回報係負7.15%，而2802嘅回報係負6.09%。今次我會分成2個時段去分析，第一個時段係頭6個月，第二個時段係7月。喺大趨勢上，三隻 ETF 今年頭6個月，三隻嘅表現都差唔多。Covered Call ETF 輕微跑贏大市。因為今年年初嘅趨勢上，國企指數呈反彈再跌嘅格局，年初冇急升破頂，之後跌幅越嚟越快。Covered Call ETF 嘅期權金有緩衝嘅作用，所以跑贏指數少少。當然都要跟住指數跌啦。但係點解喺7月 Covered Call ETF 會跑輸咁多呢？就係因為 V 型反彈 ，Covered Call ETF 會封頂。國企指數6月大跌9%。然後基金經理開新嘅7月到期嘅 short call， 為咗收足夠嘅期權金去派息，於是做咗等價期權7700點嘅 short call。收咗期權金之後，就會喺7700點封頂，而咁啱7月反彈到8645點，於是3416同埋2802就完美錯過由7700點爆上8645嘅升浪。基金經理收你咁貴嘅管理費。但係當計翻包括股息嘅總回報嘅時候，3416同2802就跑輸大市，而且收息嘅時候又俾人扣手續費，大家又點樣睇呢？會唔會直接買指數 ETF 或者其他真正嘅高息，而且唔會使用衍生工具嘅 ETF 呢？阿黎作為一個學過期權嘅人，覺得 Covered Call ETF 嘅本質都唔係收息股。投資者並唔係用巴菲特嗰一套價值投資嘅理念，唔係買緊護城河深厚、安全邊際高嘅公司，而且都冇得用基本面去分析呢類 Covered Call ETF 嘅表現。呢類 ETF 嘅投資者成日要留意住期權行使價、封頂等等嘅因素，根本做唔到安心長線投資。其實買呢類 ETF 嘅邏輯就係覺得嚟緊指數橫行微升，同埋引申波幅收縮。所以每當觀眾喺留言區問我3416、2802嗰陣，我都會講嘅立場喺投資角度嚟講，我並冇持有，亦都唔打算持有3416。反而如果我要長線收息，我會自己揀唔同嘅股票，自己組成一個跨越週期、橫跨唔同行業嘅高息股組合。如果冇時間打理，我就會揀一啲高息 ETF， 唔用衍生工具嘅 ETF。想知我會根據咩原則去整呢個組合？就快啲留言高息 ETF， 等我知大家有興趣啦。想直接睇下高股息 ETF 入邊邊啲表現比較好，咁亦都可以去富途 App 入邊按市場，然後按翻港股，然後按 ETF 拉落去，然後揀投資主題，然後拉落少少揀高息股 ETF， 咁就可以睇下呢個表入邊嘅 ETF 有年初至今表現俾大家參考。當然都係嗰一句，買之前要做足功課，了解咗入邊嘅成分同埋策略之後，覺得適合先好買啊！如果你未有富途戶口，仲可以用我嘅富途專屬優惠碼 ALI 嚟開戶。今期迎新活動仲有得送 SpaceX 或者匯豐股票，詳情請參考置頂評論區。嚟到2026年8月，究竟3416、2802同埋3519點樣揀行使價呢？同埋佢哋做咗幾多張 short call 嘅合約呢？3416賣緊嘅 call 行使價係8700點，
2802賣緊嘅 call 係8700點，而3519賣緊嘅 call 都係8700點。今次3416有啲分別，2802同埋3519都揀咗8月28日到期嘅期權，又叫做月期權，而3416有95%揀8月28日到期，有2%就做1個星期就到期嘅期權，即係8月7日就到期嘅期權，又叫做周期權，揀咗8750點，少少價外嘅期權。3416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97%左右，3519賣咗嘅期權佔名義資產嘅99%左右，而2802賣咗幾多？網站今個月冇直接披露名義保險，用收市期權金調翻轉去計，估算大約係99%，接近全倉拎嚟 short call。2802同埋3519嘅收益都係8700點之後就封咗頂，而3416就靈活啲，嚟緊8月嘅升幅會保留多少少，但係幫助都唔大啊。因為周期權所佔嘅比例太少，得嗰2%，其餘都係月期權。如果你哋希望我每個月幫大家 keep 住跟蹤，就快啲俾個 like 我，同埋留言每月跟蹤 Covered Call ETF， 等我知各位觀眾中意呢一類嘅內容啦。咁你應唔應該揀 Covered Call ETF？ 最緊要嘅嘢，等我哋還原基本步，諗翻你投資嘅目標係啲乜？投資者要諗嘅就係投資風格同埋目標，係為咗追求資本增值，定係為咗高息靠派息嘅現金流呢？每個人嘅投資目標、風格同埋風險承受能力都唔同。如果你嘅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，你要求保本嘅，呢兩隻 ETF 都唔適合你，因為 Covered Call 理論上嘅最大損失等於目標資產嘅價錢跌至0，減去已經收咗嘅期權金。如果要保本，你就只可以做定期或者揀短期美國國債，又或者貨幣市場基金呢類嘅超低風險嘅工具。想了解多啲，就可以睇翻呢3條片㗎。如果你接受到波動而仲想參與相關資產嘅升幅，認為相關資產仲有得大升，最好就係 Covered Call ETF 都唔揀，直接買翻相關資產嘅 ETF， 同埋你睇好嘅股票會更加好，因為冇 Short Call 限制升幅。但係如果覺得相關資產會橫行或者牛皮，你好需要定期有股息派翻出嚟俾你做生活之用， Covered Call ETF 或者就會適合你啦。如果你覺得相關資產仲會跌，咁都唔好買呢隻資產嘅 Covered Call ETF。因為 Covered Call 係睇輕微上升嘅策略嚟㗎。另外 Covered Call ETF 賣期權嘅策略，如果係賣 at the money， 而且只有1個月就到期嘅期權，然後不斷轉倉，呢種 ETF 最驚 V 型反彈，跌就有份，反彈冇份。期權金唔夠彌補錯失嘅反彈，想重溫翻點解會咁，就可以睇翻2026年1月回顧呢一條片㗎啦。總結一下，7月份國企指數急速反彈，2802、3416同埋3519就由於期權封頂，搞到只彈少少，跑輸大市。嚟到2026年8月份，2802同埋3519，佢哋 short call 嘅行使價都係8700點，3416就彈性高啲，有少量周期權，不過佔嘅比重實在太少，效果唔高。如果想揾高息嘅 ETF， 唔一定要睇 Covered Call ETF 嘅。自己去尋寶，話唔定有驚喜呢。如果你而家持有3416、2802、3519或者其他 Covered Call ETF， 不妨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下你對於持有 Covered Call ETF 嘅睇法，同埋講下你會唔會考慮換碼啦。最後要多謝會員 Jackson Wong KY、King Fai 2112、Cliff Fan 8716、John Lau 2397、Lau Andrew 9481同埋支鴛鴦支持上次影片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阿里投資功課，我哋下次再見。